今次呢位朋友問嘅問題就係話啦，佢已經好努力咧照顧屋企嘅病人，但係咧對方都覺得唔啱心意喎，甚至咧佢自己都懷疑自己我係咪好心做壞事咧？點解對方永遠都唔領情嘅咧？其實咧呢樣嘢同病人嘅指紋性格有好大嘅關係嘅喎。唔同指紋性格嘅人咧，對支持同照顧嘅需求咧係完全唔同噶。舉個例子，如果指紋屬性係比較雷多嘅朋友咧，佢哋天生咧就係一個領導者，佢哋習慣咧掌控家庭同埋工作嘅喎。當佢哋病嘅時候，唔可以處理到事嘅時候，其實佢內心係好焦慮同埋內耗嘅。照顧呢類型嘅病人咧，最有效嘅方法係話俾佢聽，休息係為咗行更遠嘅路。呢句說話對你嚟講會唔會好老土啊？但係對於佢哋嚟講，佢會好理解啦，同埋肯接受嘅喎。點解咧？因為佢哋最怕就係嘥時間。再講下水紋型嘅朋友啊，佢哋好重情噶，所以咧佢哋需要同理心。你可以同佢講，放假病又真係好辛苦嘅，又冇得出門口，我好理解你啊。再加多句，我一直喺你身邊嘅，我一定支持你。咁樣嘅安慰咧，係好入到佢哋嘅心噶噃。至於風屬性嘅朋友咧，佢哋天生係個好叻嘅危機管理者，所以咧另一個角度就係講，佢哋好容易過度咧擔憂啲細節嘅。同佢哋相處咧，第一步就係唔可以否定佢哋嘅擔憂，反而咧要先跟後帶，即係話第一步可以認同咗佢哋嘅感受先，跟住咧就可以提議佢哋，我哋咧都可以保持中立嘅情緒嘅。第二步就可以俾佢哋一啲咧具體同埋可靠嘅安全資訊，等佢哋咧有憑有據咧，心裏邊咧先會踏實嘅喎。所以簡單啲講，照顧病人咧，關鍵係了解下佢哋嘅指紋屬性，跟住咧就對症下藥，先可以少摩擦多順利。情緒咧絕對係影響健康嘅，所以咧學識呢套方法咧，令到愛同埋支持咧先會更加有效嘅。如果你覺得今日嘅分享對你嚟講都有啲啟發喎，歡迎你 share 呢條片俾身邊嘅朋友，希望更加多朋友得到啟發啦。今日分享到呢一度，祝福大家，拜拜。